請兩位講出一位，只能夠揀一位嘅啫。你哋心中心愛嘅演員或者導演。我講演員啦，周星馳，我好中意周星馳。你最欣賞佢啲乜嘢？我覺得佢真係一個的確咧，一個好偉大嘅演員，一個喜劇演員。咁同埋周星馳呢個喜劇演員，我覺得即係我可以大膽講句咧，會有人接到棒。我相信真係唔會有第二個喜劇演員可以接到棒。佢偉大嘅地方係乜嘢咧？譬如話佢以前啲經典嘅電影咧，都唔使我講，大家都已經知道。有陣時周不時重播，有陣時譬如你半途打開個電視機，突然間一撳見到佢嗰個劇情去到中間咧，佢都係無情百事，佢有一種魔力咧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後邊做咩嘅，你都會咧坐定定，我睇埋佢先。我笑埋佢先，我再重溫一次先。你係有呢種魔力咧，令到你咧繼續睇翻落去嘅。我覺得好偉大。着電視一睇翻佢嘅電影咧，你就會有一種咧，好似鬼掹腳咁樣咧。我坐低一定嘅喎。你俾多15分鐘我睇埋個 ending 先。冇偷講唔係話得罪啫。第二啲戲你唔會，真係唔會，即係你冇呢個。